主后2023年7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路尾要讲的话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哥林多前书16章13、19、24节。恁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坚强。恁所做一切的代志，着用疼心去做。兄弟姊妹，恁捌斯提反一家的人，因是阿该亚省头一家归信基督的人，热心服务信徒。我劝恁着顺坦即款人，以及所有甲因做伙着外工作的人。斯提反福徒拿督甲阿该个来我遮，我真欢喜。恁无伫遮，因替恁来帮助我，因互我甲恁平平得到激励，所以恁着敬重即款人。亚细亚省的众教会拢要甲恁请安。阿古拉甲毕基拉，以及伫因兜得聚会的教会，伫主的内面要热切甲恁请安。所有的兄弟姊妹拢要甲恁请安，恁着用圣洁的三针互相请安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若有人无听主，着受咒诅。主啊，请来！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愿我的疼甲恁所有属基督耶稣的人同在。路尾要讲的话，当咱写批互人，也是甲人通电话，最后总是会甲重要的代志，搁再重复讲一遍，搁加上祝福的请安，称做还有要讲的话，还是路尾要讲的话。保罗伫哥林多批信的中间，提出教会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，教导因持守信仰的原则，搁为基督来活，最后搁再用劝勉、称赞和请安做总结。保罗讲：恁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，着坚强。恁所做一切代志，着用疼心去做。关系个人信仰的劝勉，保罗提出5要。第一要是着警醒，因为毋知主搁再来的日，所以伫听候中爱保持警醒，免日错过主搁再来的时阵。总是伫听候中可能会软弱，失去信心，所以第二要是着伫信仰徛在，才会当避免软弱跋倒。任何球类竞赛的中间，若无做好防守，真容易互对方不断进分，最后就失去赢球的机会。信仰也需要学习防守的功课，着爱守好信仰，才有气力赢过俗世的引诱甲撒旦的攻击。第三要和第四要是着勇敢，着坚强，积极面对随时来的挑战。第5要也是上重要的，就是一切代志着用疼心去做。若无疼，教会就真恶维系良好的关系。只有靠着对上帝来的疼，愿意徛踮对方的立场，互相了解，彼此体谅，才会当化解人甲人之间的歧见和误解。只有疼，才会当真正互人感动，互人成长，互人改变。关系教会的生活，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着爱听坦和敬重一寡人。伊讲：兄弟姊妹，恁捌斯提反一家的人，
因是阿该亚省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，热心服务信徒。我劝恁着顺坦即款人，以及所有甲因做伙着外工作的人。所以，恁着敬重即款人。保罗解说为甚物爱听叹敬重这个人，是因为因是阿该亚上早信主的人，而且用服侍圣徒为念。特别伫保罗上需要的时阵，因及时甲伊帮赞，互保罗的心得到安慰。最后所讲，人若要服侍我，就缀我。我伫倒位，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爸会甲伊尊重。咱着顺服甲敬重倒一寡人呢？就是上帝尊重的人。所以，保罗鼓励兄弟姊妹爱敬重即款具有疼心甲忠心的圣徒。教会呢，有哪济安尼疼上帝甲疼人的信仰模样，教会就会哪受别人的敬重，上帝的名也因为安尼得到荣耀。默想，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，既然所做拢着凭疼心来做，这对我伫教会的服侍甲信仰生活有啥物提醒呢？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，既然所做拢着凭疼心来做，这对我伫教会服侍甲信仰生活有啥物提醒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，互我明白，当教会伫面对真侪棘手的问题时，应当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。求主帮助教会活出公义、慈爱甲怜悯的样式，会当荣光主的名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